台南市南区妇女会甲议员撮小会，每当拢会针对南区、安平区、中西区等区域的弱势学生进行关怀活动。举办至今已经连续在当无中断。这次的中秋关怀，南区妇女会结合365爱心会以及西主会共同的爱心，致敬13间学校，总共603位弱势学生，加2个以及红包，希望会当让学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甲关怀。这个活动能够抛砖引玉，让我们社会大众能够更关心我们这些幼小的学童。他们或许在家庭变故的状况下，他们很脆弱的心理，能够在适时的得到一些的安慰，让他们能够对这个社会充满了爱。这是我们今年是第11年哈，这是我们一直在办的一个宗旨，希望说小朋友能够感受到社会是爱他们的。感谢365爱心会给我这个机会，可以做这个社福啦。尤其是在这个疫情当中非常时期，大家的爱心不减，所以说。真的，大家要珍惜眼前，把握当下，把自己保护好，才有体力跟精力继续为这个社会服务。金王氏族会本来是一个服务的一个社团，包括社区服务捐血活动我们都是全心的在投入今天这个中秋送暖的活动呢，可以说。更加的有意义了哈。蔡议员也是我们真善美的师姐哈，那其实她对南区非常的尽心尽力哈，那她也不是只有这一年，她每一年都做。那其实我们狮子会就是秉持的委色，只要哪里有需要的地方，就会有我们。13间受赠学校的校长全部拢来到现场，亲自接下这份温暖的礼物。代表地区的义在国小校长林志正表示，真感谢妇女会温暖，也希望受帮助的学生以后有能力买当回馈社会。特别重要的时刻，给他们注入这样的一个温暖，这样的温情。我想孩子有感受到，他就会把这样的这种温暖、这种温度，伊就放在心内。我相信，阮在座的所有校长，拢有一个想法，拢会甲囡仔讲。今仔日咱有这个机会，接受咱的别人的帮忙，无要紧，因为即马较困难。不过后摆你大汉也有法度，你要把你的这样的能力培养起来，你再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议员蔡秀辉表示，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受帮助的学生人数比往年增加，尤其山顶架下所需要设备，部分弱势学生嘛无法度负担，希望市府会当协助帮忙。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